哈哈哈哈！先送的皇冠啊！炸铁粉给这个送好，回哈哈哈！回哈哈！炸铁粉给这个，哎呦，再回，开始撤退，再回，1/4炷香之后，那把剑的女主。哟吼，我又来了，哟吼，发起进攻，怎么会爱上你？好意思！1、2、3、4、5。我看你印堂发黑。我拉龙子第一个就是杀了你们2个兄弟，跪下！是吧？黎明就在眼前，轰放过去，1发2发直接死。刀下生，刀下死。但是炮火最帅啊！最帅的我来点4把油。还有个人是谁？长枪一刃，绝对不是那位英雄。天挡着他的技能，有名刀，有名刀。对，还有最后2秒钟封盘，来不及了，兄弟们。算不像极限操作兄弟。随时了。黎明就在眼前。刀下生，刀下死。长枪一刃，绝对不是那位英雄。点他点直接死兄弟。2连跳，1技能瞬间挡掉大招拱起来，宝贝。2技能大招拱起来，1等1技能1次跑的那样吧，兄弟。再来一手2技能，没死过一样。我老哥。黎明就在眼前。包杀了兄弟。刀下生，刀下死。单杀了兄弟。
就在眼前。来起来，我的宝贝儿！摇下身，摇下跪下！来起来，我的宝贝儿！二技能。